咁喺呢個陽台，你唔使放個跑步機喺度轉個圈，你一日嘅運動量都已經夠㗎啦。呢度係個紙牌順風嘅頻道，講炸灣區。Hello， 大家好，我係嘉怡。淡島首個第4代住宅，擁有300畝湖景嘅大型社區，冇錯啦！聽到我講到呢度，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啦。佢位於淡洲北，同佳景康城、中澳春城呢啲淡洲南股會有少少唔同嘅喎。離珠海會遠少少，自駕20分鐘到拱北關口，去港珠澳大橋亦都係20分鐘到25分鐘左右嘅。但正因為遠咗少少，先換得到大得多嘅社區空間、無敵嘅湖景同埋價格上嘅絕對優勢。嗱，依家花城嘅5期聽講真係暗藏殺機喎，湖景嘅全面升級。得房率拉高咗130%，均價仲圍到1萬一平。咁我哋今日去實地研究下。嗱，首先咧要同大家澄清一個誤區嘅，好多人話5期係4代住宅，其實呢個講法完全唔算係特別準確嘅。嚴格嚟講咧，5期雖然帶有4代住宅嘅特徵，但係並非一個標準嘅4代住宅喎。呢個大家一定要清楚。再講講佢嘅價格爭議嘅問題啦。咁早期70零萬就可以買到之前嘅89平，即係950尺左右嘅一個大3房啦。咁而家圍到5期均價去到1萬左右，好多街坊會唔會問係咪人㗎個韭菜㗎？咁其實並非唔係嘅。今日我哋就嚟到一個138平一個5期一個交標嘅板房過嚟睇下先。咁我舉個例子啦，依家係無論品質方面啦，同埋佢交標啦，即係競爭力都做咗個非常大嘅提升。佢最高可以贈送高達42平左右嘅一個實用率，即係相當於你買咗138平嘅總價，實質上得到嘅可能係165至170左右嘅大平層嘅居住體驗。咁佢居住嘅舒適度係唔止上升一個 level 嘅。咁我哋廢話唔多講，直接嚟睇下入戶咧。喺我嘅左手邊就係一個非常大嘅四方方一個工位啦，應有盡有嘅。咁亦都配埋個洗手台俾你。咁隔離哇，佢直接送咗間房嘅面積俾你。咁呢個位咧可以攞嚟做書房啦、客房都冇問題喎。亦都係一個非常開揚嘅一個採光位俾你嘅。但係要首先講嘅係佢交標咧係一個露台形式交標俾你。到時候咧需要業主自己去打通呢個門嘅位。咁仲有一個咧，我非常中意嘅四方方嘅一個客廳。南北通透對流，咁呢邊咧就係一個生活陽台啦，曬衫晾衫嘅位，非常之通風嘅。隔離就係有一個 U 型嘅廚房，亦都有明窗採光入嚟，咁亦都預留好一個消毒碗櫃啊、洗碗機嘅位置俾你。後期咧自己去打造。比如我玩，我又比較中意開放式廚房，亦都可以睇你自己點樣改啦。咁呢個位咧開間大概有5到7米左右啦，非常之開闊嘅，而且客廳係正對一線湖景嘅喎。呢個係我非常之中意嘅。你諗下呢個大陽台，佢陽台咧係目測嘅話係9米左右嘅。咁喺呢個陽台，你唔使放個跑步機喺度轉個圈，你一日嘅運動量都已經夠㗎啦。咁最舒服係咩咧？佢呢個社區非常之完善㗎啦，無論係康體中心啦、唔同主題嘅兒童樂園啦，各方面係非常之居住嚟講係非常之舒適嘅。咁我哋而家睇翻佢嘅一個休息區，咁個休息區咧分咗3間房嘅。第一個客房我哋睇埋先。咁呢間客房咧唔算話特別大嘅，但係亦都係預留咗贈送嘅面積。咁到時候整個米半床啦，亦都有非常之大嘅空間預留好，做個書台啦，或者儲物空間俾你啦。咁睇埋第二個客房，咁第二個客房啦，直接連通咗佢呢個大陽台嘅喎，咁非常之舒服同埋通風，咁可以做長輩房都冇問題嘅。最讓我中意嘅就係佢呢個主人套間270度一個 IMAX 超大景觀台啦。咁每日諗下瞓醒就可以望到咁靚嘅一線湖景。你仲有咩煩惱啊？冇煩惱㗎啦。咁睇埋佢呢個4代住宅嘅特徵，佢每個房有冇發覺飄台都已經揼好晒俾你㗎。咁以往啲產品咧，舊式嘅住宅咧，佢嘅飄台都係大有800到900左右嘅一個空間，就是普通話說就比較雞肋嘛。咁依家嘅利用空間就會更加多咗。呢度做個櫃都 OK， 或者做過一個書房位，男主人喺度辦公都冇問題嘅。最讓我驚喜嘅係今次嘅主人房咧，佢衣帽間
贈送咗咁大嘅衣帽間空間俾你喎，咁一樣膠標咧，一樣有個以露台形式膠標俾你嘅，到時候自己封好窗。好似我哋女仔咧係比較中意呢啲買啊，中意收藏各種嘅奢侈品啊，咁呢個空間係完全可以滿足到你嘅，無論包包、衫褲、鞋襪都可以放應有盡有嘅，儲物空間完全足夠嘅。咁呢個位仲可以做埋一個女仔嘅梳妝台，係啦。就係我夢想中嘅豪宅嘅標配啦。咁今次係讓我比較驚喜嘅就係佢呢個主人套間，哇，空間非常之大。咁呢個位置啦，好似平時如果中意浸下浴缸擺個浴缸，完全冇問題嘅喎。所以今次嘅戶型咧，我係比較驚喜嘅。點解？你138平，實際上你可以用到165至170左右嘅實用率，佢嘅贈送率係高達之真正做到130%嘅，呢個係讓我非常之驚喜。咁我哋依家廢話唔多講，依家去睇下佢嘅126平嘅示範單位。我哋依家嚟到佢126接近127方嘅呢個創意示範單位啦，同我哋啱先睇嘅138呢個膠標板房其實係戶型一樣嘅喎。我哋只需要參照翻佢呢個裝修風格就 OK 啦，因為實際嘅使用率同埋佢贈送率係唔變嘅。好，我哋睇翻佢呢個贈送空間啦，佢呢個位置係做咗一個書房位，無論係娛樂辦公都冇問題。咁另外一邊咧係做咗個3蚊厘嘅工位㗎。入到嚟就係一個非常之大開揚嘅一個客廳，餐客廳一體。咁同我哋啱先睇嘅唔一樣，就係佢呢個做咗一體化嘅大落地玻璃窗，可以直接直望呢個一線湖景，非常之舒服㗎。咁另外一邊咧，亦都係生活陽台做咗個封窗嘅設計喎。咁我哋可以好似佢咁樣做一個儲物嘅空間，完全係冇問題嘅。包括可以做一個洗空一體嘅烘乾機啊，冇問題。再令我最中意、最驚喜嘅就係我中意佢呢個開放式嘅廚房位啦。咁中意開放式廚房嘅可以按照佢呢個裝修風格。今次嘅花城5期咧，無論喺品質上同埋交標上咧，都做咗好大嘅提升嘅喎。但係佢依然嘅上車銀碼係冇變嘅，所以花城依然係成為咗港澳街坊咧最熱門置業嘅一個選擇㗎。點解？因為上車嘅門檻非常之低，3到4萬嘅首期，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呢種全新嘅湖景大單位，圓你呢個豪宅夢啊！咁入到嚟第一個客廳，第一個客房位啦，就係好似啱先我哋睇到咁樣，佢呢個1.5米床靠邊，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做一個吧台、書台位。另外一個客房咧，依然係連通咗佢嘅大陽台嘅。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非常之闊落。咁一樣，我哋嘅主人套間依然係可以一線望到270度嘅湖景噶啦。最讓我中意係咩？佢呢度9999仲入手一個產權車位俾你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度嘅性價比係非常之唔錯嘅。睇翻佢嘅衣帽間嘅空間，同埋佢呢個洗手間嘅設計啦，好似啱先我所講嘅整一個。浴缸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呢個戶型今次讓我咁驚喜嘅就係佢呢個4代嘅特徵係非常之突出嘅，包括佢呢個性價比亦都非常之高。佢成個項目嘅開發係一共係分為5期嘅，咁佢成個佔地咧係1500畝，光係呢個湖景就佔咗300畝，可想而知呢個開發商嘅實力係究竟有幾雄厚。除此之外咧，對於我哋港澳街坊非常之方便嘅就係呢個交通方面啦。我哋小區入邊就有呢個直通巴啦，可以到達我哋嘅港澳，所以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啦。咁今日睇完呢個戶型咧，我哋一齊去總結下。其實錦繡國際花城咧，一直以嚟俾我嘅感覺咧，都係出質繁榮、入質寧靜嘅一個咁樣大型社區。當然每個樓盤都有佢美中不足嘅地方。咁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客觀咁樣講下啦，方便大家理性咁樣揀樓。咁第一個咧，雖然佢係雙湖景嘅景區，但係並非每一棟每一戶都可以望到湖景，所以我哋一定要結合佢嘅面積同埋佢嘅朝向去實地眼見為實為主最靠譜。咁第二個咧，雖然佢湖景300畝嘅湖景環境固然之係靚啦，但係低樓層係避免唔到蚊蟲嘅問題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喺
揀樓嘅時候優先去選擇中高樓層，會規避呢個問題。咁最後再總結翻咧，錦繡國際花城呢個樓盤咧，佢係性價比突出啦，上車門檻低啦，佢嘅湖景資源同埋佢嘅生活配套非常之成熟同埋齊全嘅，再加上今日我哋去睇嘅呢個戶型全面升級咗之後，佢居住嘅舒適度係非常之 OK 嘅，非常之適合我哋嘅港澳街坊啦，自住養老度假嘅一個好選擇喎。咁大家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嘅話，或者有咩疑問嘅話，歡迎大家嚟聯繫我哋嘅港在灣區，我哋一一為你解答嘅喎。